政府一路都用同一套招數轉移視線，棚網出事就話係棚架問題，政府部門失職就話係黑暴，話有人以災亂港。所有人都知道，真正嘅問題唔係提出問題嘅人，而係制度本身。等我哋再睇深入一啲，宏業建築工程成立21年，有多宗違例個案，4宗案件全部以罰款了事，即係話宏業係有案底嘅慣犯，但係佢哋依然可以喺招標入邊得到最高評分，仲可以攞到3.3億嘅天價工程。背後到底有邊個撐腰協助積極推動大維修嘅黃碧嬌？過去1年多次喺業主大會強調要盡快通過撥款，法團、議員、承辦商之間有冇利益關係，抑或存在圍標可能？再睇廉署資料，2023年廉署曾經破獲一宗5億元嘅維修貪污案，拘捕49人。當中包括承辦商、工程顧問、物管同法團委員，部分涉案人士具黑社會背景。樓宇維修行業並非第一次爆出問題，喺宏福苑大火之中，過百人喪生，數以千計居民無家可歸，失去家園。但係政府第一時間並非聚焦於災民安全，而係將焦點放返去國家安全。而家政府扭曲焦點，避開監管漏洞，避開責任鏈，到底推手係邊個？係官？係政黨，係承辦商，定係整個制度？當制度長期失效，監管多年鬆散，仲有邊個可以保障到我哋？